乡土文化，研究所，赞成。个教育部，主要搞体育署嘛，安尼哦，搞体育署委托办这个民主体育比赛。真的哦，委托。委托。做这个比赛哦，赞哦。台南大学这重要的。委托。赞。所以每年3个月拢有办这个比赛。每年拢有的呢。是。播种些啊。赞。这不是你在哪里搞啥的？我讲的手我就好啊。讲的。我就是现在讲的那个手好。来个拜师啊咧。有拜师的哦。那个，他们拜少年堂，有当然。当拜算较南部，台湾南部的放过。台湾算新的，敢若上我这方面咧。台湾算南部。伊咧出身是武馆还是中关村的？武馆的。老师啊，在台湾找因武馆的，因老母是洪阳伯啊。现在洪阳伯哦。洪阳伯来做啥呀？水晶。个在迄扶我爸咧。洪阳伯啊，伊军事蛮好诶。那样军事哦。嘿咯。洪阳伯那样。嘿咯。老爸拢走大了，即少年就拢离开了咧混咧。恁爸爸？无啊，我台湾老爸。台湾老爸啊，大家去走江湖。走江湖诶。人家讲走江湖，江西湖南咧，爱去风云书，安尼学武艺，才有技能咧。练武术真正真厉害。个中国包滚头啊！迄条也对。咱话你记者就惊都惊袂紧。惊袂紧张，或者个心理啊。有真背啊！练军事真正了好啊。当然啊，修行话好啊。其他修行啊，修行话好。修行话较少。就我们打拳打气的。无良嗜好。无也不良嗜好。人个分酒啥物啊拢无。练武术人爱戒色啊。无得，我介绍人家练。对啊。练武术人爱食迄个啥物香油咯。你打起啊，做难免啦。那个对焦条啊。叫什么？对啊，感恩啊。对啦嘛。我师傅呢，咱黄金生死。师傅呢，帮派呢，赞，感恩啊。对啊，你做遐济，咱有较了解啊。咱学足济项物武术的呢。咱没有，1年到2年拢有咧练，一高啦。起码1年也有啊。我都无人啊。无人。比较是拢去练国中啊，国中去啊。磨豆咧练，迄阵我有去用呢。磨豆咧，我有练豆咧，迄阵咧表演我有。袂歹，我有比较会转来报上。迄阵你有带队啊？磨豆豆咧。有啦，磨豆。迄阵咱讲都有。太紧啦。我带过来队哦。我去南部你都有在好咧。即马送人台南市啊。台南市啊，好。无使走外去啊。是啊，你较比较辛苦咧。就搁加面较辛苦。较早像比时光香港嘛就爱食，时光诶，有笑呀。是。金山国中也好吃啊。屏东、广东、吉林。金门。金门也有哦。金门17间公司，我教8间。5间国中我教3间。你毋是去遐1个月抓大？拢爱去带啊。通达1个月过来一抓。1个月过一抓。你带几礼拜哦？这也辛苦咧。感恩哦，莫怪讲会得到国家新传奖。国家中华文化艺术新传奖。全球中华文化艺术新传奖、吴艺奖。重要贡献的是教这个重钢琴武艺都足济项的咧。武师、人师、人灵、跳舞、国术、重钢琴教练。感恩。开心。哇赞！有开个和信出版社，台南市安和路4段598号，电话声0635562268，356
2958哦，赞。出了儿童益智读物的呢哦，各种畅销书刊套书的，哦，加用心文武双全。敢若买加精一些那功夫的，不多一点哦。唔是正上咧到古店，古出版社。我拢直接做好啊。直接做好啊。赞。好啊，我嘛拢去落去庙的，做网站啊，古果多选000罐到安尼咧，古果多选000罐到安尼，来找我网站内底介绍迄庙，去翕迄庙做迄影片安尼，嘛上钢筋啊。迄花莲宋江镇迄阿毛厝迄，花莲宋江镇迄，迄袂歹呢吼。阿毛厝迄后面。他们当地树的讲的啊，咧讲迄个做书的哦，讲做啊，当地树来教的。讲当地树来教，后壁当地树来教。是来个阿妈厝上工作。伊24个。24个迄做花莲宋江镇，有化妆的是偌济。你啊，你真好用。有啦，都系要量这边很少。你几样做呢？飞机飞上，飞机飞上天。
玩的大睡，棒好棒！